一片殷紅同金黃嘅鬱金香砌成斑蘭花海，吸引大批市民打卡。仲有數以萬計嘅紫羅蘭散發出濃濃花香。香港花卉展覽星期五喺維多利亞公園開幕，超過80個國家及地區嘅團體參展，合共展出大約40萬株花卉。今年嘅主題花係紫羅蘭，唔單止香氣馥郁，而且花枝優美，吸引唔少人影相同埋寫生。呢朵橙色嘅珠槿綻放得非常燦爛，亦都成為唔少人描繪嘅對象。我而家畫緊嗰啲花啦，然後要加啲香港嘅建築物落去嘅，係，然後我主要就係呢朵橙色呢朵花，好靚咯，同埋啲花開得好 colourful， 第一次嚟呢度寫生，覺得好新奇咯。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亦都到場支持。今年嘅花卉展呢，係以紫羅蘭為主題花嘅，以花語沉香、細味城市特色作為主題。香不僅係代表紫羅蘭嘅馥郁芬芳，更加寄予香港我哋呢座盛事之都嘅獨特氣韻。圍繞住呢個主題意念，今年呢，我哋多個嘅大型園林造景融入咗香港元素，以花香同埋綠意作引，帶領大家細味香港風情。多個大型園林造景呈現出香港各區特色景點同埋城市風貌，仲將多種港式地道美食嘅意念融入去花海之中。花展將會由星期五舉行至3月29號，每日朝早9點開放至夜晚9點，正價入場費每位14蚊，兒童、學生、長者同埋殘疾人士等可以憑證明文件半價入場。